嘅運動員今日都嚟到維多利亞港乘風破浪。由香港遊艇會主辦嘅帆船民族杯已經嚟到第15屆，呢個比賽被譽為海上面嘅 Robbie Sevens， 因為帆手都扮鬼扮馬，有船隊以香港運動員為主題向佢哋致敬。我哋係香港運動員。其實今年咧主要就係用香港運動員作為主題啦。咁因為咧上年香港運動員咧喺奧運裏邊咧都係獲得唔少嘅佳績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咧主要揀咗5個項目啦，就係分別係桌球啦、游泳啦、車啦、劍擊啦同埋空手道咁樣，係希望向香港嘅運動員致敬嘅。今屆有69支嚟自17個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內地、中國香港、英格蘭、澳洲等等嘅勁旅參賽。以往多數以所屬國家或者地區嘅民族服飾參加，但係近年參賽者就越嚟越有心思，有超級英雄，又有動漫人物。呢一支船隊更加扮成大熱港產片《九龍城寨之圍城》嘅角色。話時話，有冇叉燒飯食先？我哋因為香港人，我哋係九龍城寨出嚟嘅，我哋呢班係隨步安良嘅，玩船係梗要有風啦，有風有龍捲風仲會輸，係咪？贏啊！It's just a super fun race. It's everyone's here to have fun, and yeah, sure, you still want to try and win, but it's more about having fun. Watching all the costumes, you see some people already. It's really exciting. Go Team Australia! Aussie, Aussie, Aussie! 賽事分成 RHK、ATI 以及 PHS 兩大組別，響維港以東水域作賽。一眾帆船維港出發後，繞過將軍澳同筲箕灣對開嘅浮標後，再返回維港衝線。中國香港嘅代表蘇怡浩響 PHS 組別成功衛冕，而 RHK、ATI 組別來自英格蘭 Admiralty Harbour Whisky Jack 號就取得第1名。乘風破浪。